来，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好吗？好，这段时间我们套巴朗部落的妇女呢，她们可以猜，你们猜猜看她们几岁？她们今年都只有18岁，她们从7月底就开始到现在，每天晚上都密集的练习。有没有看到我们阿美族传统的服饰，充分展现我们阿美族女性的婀娜多姿？可能原本只有150公分的身高哈，她们一穿上阿美族的服饰就变成170了。原来稍微丰腴的身材呢，也因为穿了我们阿美族的服饰，我们的服饰会有塑身的效果。